海边新娘，秘密第二道。哦，敢是安尼？船长听了后笑笑，嘛无别人会哀求，讲我知影的毋是安尼。哦，大家搁存一个。恁敢想要听我讲我所知影有关新娘红棍仔魂的故事？中年的船长将箸放落来，点一支烟，然后温温仔来讲起。迄是10年前的代志啊！迄时阵，咱龙背海边也无亲像即马遮尔发展。散车囡仔必须爱去海边仔的船屋借遐捡螺仔壳，卖一寡钱倒贴厝内。村内的人为着要阻止因行入深海，就伫危险的大石中央，用插人的铁线围起来。迄当阵，像阮即地的人，恐惊咧无人会当袂记伫迄摆岛上上猛的风灾。风为南边的海峡登陆，真紧就到咱即个海边。海边的人并无想到风会来遮紧。一寡竹排渔船拢也伫外海，昏天暗地之中，村内人赶要将船拖入港。大风影真紧就来到港外，风雨之中，一寡竹排准正互无情的风影带走。风灾过了，大家才雄雄想起迄阵伫船屋石中捡螺仔壳的囡仔，因七骹八手赶过来。毋过囡仔早就互海影赶走啊！大石中干那找着一个，伊的头壳拄啊好夹伫大石中央，规个人趴伫天半的铁线顶悬，伫乌色的海影中半浮半沉。因将即个囡仔透开，就看到插人的铁线网伫伊身躯顶画了足侪顺的，颔棍仔嘛有一条深深长长的伤痕。经过海水的浸泡，肉反白啊，温温啊滴流血。搁过了几工，风影停啊，日头搁再出现伫即块美丽的海边。伊带着小可苍白才拄恢复的面容，继续伫大石中央真骨力伫捡螺仔壳。我想，即道疤痕就是迄摆海难所留落来惨痛的印记。中年船长讲煞，将带有酸苦味的绍兴啉落腹，在座的人拢点头来默认，亲像想起一遍搁一遍的海难。这真趣味。听了船长讲的故事了后，阿公迄个亲同用怀疑的眼光看大家，讲我所知的，甲你的搁无共。